Hello，大家好，又係我廚娘啦。最近我得到 Cooker 嘅邀請，去到佢哋位於黃竹坑嘅 showroom 睇水龍頭，我勁開心啊，因為佢哋最後誠意贊助咗我成套水龍頭。今日你哋睇嘅呢一條影片，並唔係一條純贊助影片咁膚淺，我係喺用咗呢一套水龍頭之後，真心覺得正，真心想推介俾大家。至於有幾正，一陣間我會喺影片入邊同大家慢慢咁樣講。Cooker showroom 地方唔係話好大，但係勝在五臟俱全，佢將用家可以揀嘅水龍頭款式同埋顏色一一咁樣陳列出嚟，大家仲可以體驗下佢強大嘅一個水龍頭搞掂晒呢一個功能。喺未變身之前，俾大家睇下我原本嘅廚房先，係咪有啲凌亂呢？右邊有一個出鑽石能量水嘅水龍頭，中間有一個普通水龍頭，而左邊就有一個濾水機，都幾牙掟。最慘嘅咧係啲水要煲過先可以飲啊嘛，咁所以隔籬我又擺咗個熱水壺，其實佢哋都佔用咗我廚房唔少嘅空間。最後我決定裝上 Cooker 嘅一體式水龍頭。師傅上到嚟安裝一啲都唔馬虎，由安裝去到測試同埋講解使用，大概2個鐘先完成。我最後咧就揀咗呢一隻顏色，睇翻資料顯示佢個名叫做槍灰色，英文係 Gunmetal。實物睇上去更加有質感同埋有金屬拉絲嘅效果添。不過又咁講，外觀雖然重要，但係水嘅品質我更加重視。佢配備咗一套中空纖維膜同埋活性炭過濾器，能夠有效去除雜質、沉澱物、氯化物、農藥等污染物。除咗水龍頭係外露之外，其他一切嘅配件全部隱藏喺櫥櫃裏邊，可以令到成個廚房望落去更加整潔同埋美觀。佢除咗可以供應過濾凍水之外，仲可以即時提供到100度嘅滾水。啲滾水喺出嚟之前已經經過殺菌處理同埋特別活性炭過濾器嘅過濾。白色呢一支係濾芯嚟㗎，去到要換嘅時候，部機會提大家換嘅。如果你中意飲有氣凍水，可以好似我咁加購埋呢一支 CO2， 每支 CO2 大概可以製作到60公升嘅有氣水。究竟 Cooker 嘅多功能水龍頭係點樣操作嘅呢？而家等廚娘同大家示範啦。側邊呢一個短柄係用嚟攞普通水喉水嘅，而中間呢一度有個紋理扭環，我哋將佢向下按 hold 2秒。一扭咁就可以出到過濾凍水噶啦。呢一個水溫好似喺雪櫃攞出嚟嘅凍水咁，非常之冰凍。夏天斟翻杯嚟飲真係可以極速降溫噶。煮嘢食亦都可以用佢嚟過冷河添。將扭環扭翻轉頭，咁就可以關水啦。如果想攞有氣凍水，我哋只需要將個扭環向下一撳一扭，咁呢就可以直接攞到有氣嘅水啦，亦即係我哋講嘅梳打水。喺畫面大家見到噶啦，有氣凍水同普通嘅凍水佢嘅形態有啲唔同，佢出嚟嘅水並唔係透明水柱，我哋望落去係見到好多泡泡同埋空氣嘅。根據產品資料顯示，一支 CO2 大概可以製作到60公升嘅有氣水，我自己就加購咗啦，900幾蚊就有4支 CO2， 除翻開每杯有氣水大概都係1蚊多啲啫。而家我同大家示範嘅係直出滾水嘅功能。咁咧，我平時習慣每朝一起身都會泡杯熱茶，又或者其他養生茶飲嘅，暖翻個胃啊嘛。特別係我哋女士，間唔中都應該焗下啲紅棗水啊，又或者係杞子龍眼水飲，咁樣咧可以幫助我哋養顏護血噶。而家等我泡翻杯桂花烏龍茶飲先。攞滾水好簡單㗎咋，將呢一個扭環向下按2下，再一扭，咁就可以直接出到100度嘅滾水啦。佢呢個位用咗安全嘅設計，當佢出滾水嘅時候，你會見到啲滾水咧係以霧化嘅形式出水嘅。霧化咗嘅滾水可以避免造成嚴重嘅灼傷。自從廚娘用咗呢一隻水龍頭之後，而家可以即時咁樣攞滾水啦，唔需要等熱水壺慢慢咁樣煲水。除咗朝頭早泡翻杯熱茶飲，夜晚宵夜嘅時間肚餓嘅話，仲可以隨時食杯麵添，直接喺水龍頭度攞滾水就可以啦。如果大家好似我咁成日都要入廚房煮飯嘅話，都應該會好善用到佢嘅即出冷熱水功能嘅。你可以用煲直接喺水龍頭度攞滾水，再轉移去到電磁爐上面，唔使10秒時間，咁就可以煮食噶啦。譬如係想煮翻個麵啊、煲湯、滾湯、灼條菜咁樣，都可以唔使等啲水慢慢煲滾，大大慳翻唔少嘅時間。
而家等我同大家示範下，平時我喺煮嘢食方面點樣可以同時間咁樣善用佢冷水同埋滾水嘅功能啦。喺冰格直接攞急凍烏冬出嚟，擺佢入滾水，由佢散咗開始計起，用大火煮1分鐘咁就可以噶啦。煮好之後，我哋直接將煲裏邊嘅水倒走。大家仲記唔記得點樣攞凍水呢？冇錯，就係將呢一個扭環向下撳實 ，hold 2秒，一扭咁就出到好似雪櫃攞出嚟嘅凍水啦。水溫我測試過大約2度左右，重複將佢過冷河幾次，啲烏冬就即刻變得 Q 彈彈凍冰冰噶啦。有時我拍片教大家整嘢食，譬如係整泰式鳳爪啊、沙薑豬手等等，一定要早1晚雪定啲冰粒，因為整呢啲嘢食期間啲食材要泡冰水嘅。而家就唔使再雪冰啦，可以直接用佢嘅出凍水功能，咁啊可以輕輕鬆鬆同大家拍片教大家整嘢食啦。幾分鐘嘅時間，我哋已經準備好冷烏冬啦，可以將佢上碟，喺面頭擺少少紫菜，仲有蔥粒。而家可以開埋堅魚昆布湯汁啦。我用嘅呢一支係濃縮版嘅堅魚汁，喺吉之島買翻嚟噶，味道都唔錯，大家可以參考翻。後面呢有教你哋點溝水嘅，不過通常我自己會用1份水配1份濃縮嘅堅魚汁，開翻個堅魚湯底嘅。可以喺屋企即整有氣飲品，真係好過癮噶！我屋企個 Open Kitchen 喺呢1個月突然間變咗個迷你水吧咁，個個都輪住入嚟攞梳打水飲。其實最簡單，我哋將青檸買翻嚟切角，有時仲可以加少少蜂蜜，咁就整到青檸梳打特飲啦。其實 Cooker 呢一個多功能水龍頭，我1個月前已經安裝咗噶啦，不過我又想真實試用咗一段時間之後，先至同大家拍片分享用後感，所以而家先出片俾大家啦。整體嚟講，我同屋企人都一致認為呢一個水龍頭喺安裝咗之後，我哋係翻唔到轉頭噶。佢喺功能上嘅好處好多啦，我頭先已經介紹咗，唔再重複啦。我個人認為最大嘅分別就係，以前如果用晒熱水壺裏邊嘅滾水，就要喺水龍頭度攞過啲過濾水啦，倒翻入熱水壺裏邊，又要等多10幾分鐘，等佢慢慢煲滾先至有滾水用。因為我屋企人多，咁熱水壺入邊嘅滾水用得好快噶嘛，咁啊日日又要重複呢一個動作幾次，其實都幾麻煩。而家可以喺水龍頭直接攞滾水，咁啊完全方便晒啦。順帶一提，所有 Cooker 嘅產品都係喺佢哋荷蘭嘅自家廠房度生產嘅，仲包2年保養。基本上除咗佢嘅濾芯同埋 CO2 係消耗品之外，其他嘅配件可以一直咁樣用落去。如果大家有興趣知多啲 Cooker 嘅水龍頭資料，可以瀏覽佢哋官方網站，裏邊有更加詳盡嘅解說。你哋亦都可以預約上佢哋位於黃竹坑嘅陳列室睇睇個實物，再了解多少少，睇下適唔適合自己。預約好簡單嘅啫，只需要填翻你哋想預約參觀嘅日子同埋時間，再留翻聯絡資料，佢哋就會將預約嘅 confirmation send 俾你噶啦。今次廚娘嘅分享到呢度啦，如果你中意我個 video，記得俾個 like 我，又或者下邊留言話我知啦。我哋下集再見啦，拜拜。